新北的土地即马是贵松松，已经无所在通好种物件。这新北邦桥的三民社区发展协会利用这社区活动中心的储备顶搭铁架啊，伫遐种菜、种水果。伫这学时段呢，会当伫咧都市内面，大家会当做伙来遮种菜，联络感情。大白菜。 大白菜哟！你看哦，你看，我拢无农药。出来甲菜烤起来，三民社区的老大人无用来整理菜园。这个菜园不是私人的，是三民社区发展协会的。因伫新北市邦桥民生公园活动中心楼尾顶，利用这50几平的空间，种各种菜色水果。这个大冬瓜、小冬瓜，甲花圃大粒的。 所以连工的伊就吊规个，因为咱遮所种的物件，拢是没有农药，糖食了、照食了，才着稳食。三民社区发展协会表示，这个菜园是为2023年12月开始规划的。伫区公所的支持之下，因伫活动中心的楼尾顶搭白铁架，种各种菜色水果，甚至有牛蒡啊、通种白丁类的卜啊、刺瓜啊等等。因希望伫寸土寸金的大都市，也通有社区老大人通放松、怀念农业社会的空间。以早是农业社会，咱以早拢拢以早人拢是拢种菜。 吼啊，因都一直甲阮讲，甲阮讲啊，咱以早拢外口种菜，咱会当，咱要食什么菜，咱家己种。所以这吼，迄个咱的长辈拢家己认养，一区一区。另外，三民社区发展协会拜1到拜6的中昼，拢会举办老人共餐。这寡为楼尾顶的菜园收成的菜色水果，就会写做共餐的食材。 为菜园到饭桌，才会菜色现办现煮，鲜个健康。也若这个菜园开到大，已经有70多个社区时代斗阵参与种菜，毋但联络厝边隔壁的感情，也伫都市内底实现社区营造的理念。记者郭文正春由新北报道。